第42屆工展會喺維園揭幕，今年總共劃分咗10個展區，總共720個攤檔。近年大行其道嘅健康食品、美容用品，成為今次工展會嘅主角，個個攤檔都人頭湧湧。仲有時下最受歡迎嘅扭蛋機，中國傳統嘅剪紙藝術都好受歡迎。今年嘅工展會仲首次同民政事務總署合作，提供免費嘅攤檔俾一啲社會企業參加展銷，每一間社企可以喺度擺檔5日。至於呢個有機農作物參展館，亦都係首次引入，希望嚟到參觀嘅市民加深對有機種植嘅認識。驅蟲植物啊！有機嘅展館可以知道人哋，譬如士多啤梨係點樣樣嘅，希望我都知道係點樣樣啦，認識下咯，同埋健康啲咯，呢啲嘢食即係啲點種嘅方法咯，即係唔需要用化肥咁多咁樣咯。工展會嘅展期去到明年元旦日，預計可以吸引到180萬人次入場。